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行機場2號客運大樓啊，啱啱5月27號開始重新啟用，依家係晏晝12點半，都好多人。行入去睇下先，個冷氣好犀利，好舒服。入咗嚟，同以前嘅設計一樣。以前我喺度返工，所以就會清楚啲。好多位俾人等飛機啦，有啲啊等車去內地嘅車啦，好大地方，都好多人。有個通道啊，就係搭咧機場快線啊，咁啊過嚟呢一邊嘅，兩邊都可以落車啦，咁就方便大家。俾大家睇下，內入邊就係咁樣樣，都好多人喎。佢嘅設計咧，嗰啲燈光好暗，比以前暗好多，真係喺度坐容易瞓得着。即係都清靜嘅呢一邊，係好靜嘅。有個展望里程，即係機場嘅發展啊個里程。之後另外呢一邊有條橋俾大家行，依家上去睇下先。去有美食廣場去行下，有咩睇？上咗嚟2樓。咁就有一個 logo 啦，好大嘅 logo 睇到，一座嘢啦，就喺呢一邊登機，咁其實都方便嘅，係嗰啲燈光暗嘅。依家呢啲係新式嘅輸送帶，行李輸送帶，好特別嘅，唔同以前嗰啲咁笨重，有個電子熒幕，有啲嘢睇啊要用。之後嚟一度海洋啊！即係食嘢嘅地方，好多人啊！食飯時間，喺呢度搭飛機離境嘅，都係海洋嘅嘢，好靚啊！喐嘅嗰啲係嗰啲熒幕，佢自己喐嘅。賣精品、手信、曲奇餅同埋黃月賣月餅嘅，有手信咧，賣篋啦，之後有個萬寧就細嘅。呢度咧就連接埋亞洲博覽館，咁又方便我呢個行過去，冇行得咁遠。有冷氣嘆，舒服啲。呢個設計好特別，都超多人。廁所設計都幾特別嘅，都幾靚。最可惜咧，就係佢嘅地下係白色，好容易污糟。有飲水機啊，冷暖水都任你斟，都幾好。好神奇啊！有彈珠機啊，有嘅公仔機喎，好得意喎！喺機場啊，有呢啲嘢玩都幾好啊，唔使咁悶啊。新開啊，所以咧有啲鋪頭都未開晒。上咗嚟平台啊，最頂嗰層，俾大家睇下，都幾靚嘅喎，噴泉咁啊，有啲水啊，點綴下。OK 喎，好多唔同晒啦，起咗好多新嘅酒店同埋寫字樓，俾大家睇成個景啊！平台嗰度啊，有啲人搭巴士啊、搭的士都喺呢一度咯，上落咯，成個蜂巢式咁樣建築，好特別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另外一個角度俾大家睇，更加清楚。
清靜，唔係好多人。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